究竟點解要洗冷氣機？好處一，提升冷氣機冷卻效率。冷氣機裡面積聚嘅灰塵同埋污垢會阻住空氣流通，會影響冷卻效果。定期洗冷氣機可以令冷氣機運作更加順暢，提高效率。好處二，節省電力電費。如果冷氣機俾污垢同埋灰塵阻塞咗，需要更多嘅電力先至可以保持預期效果。洗冷氣機之後，冷氣機運作會更有效率，可以慳返部分電費支出。好處三，保障體質健康。冷氣機裡面嘅細菌同埋過敏源可能會引致呼吸道問題或者過敏反應。洗冷氣機之後，可以減低呢啲健康風險，尤其是對兒童、老人家同埋過敏體質嘅人有益處。好處四，延長使用壽命。灰塵同埋污垢會增加冷氣機零件嘅磨損，定期洗冷氣機可以令零件減少損耗，令冷氣機更加耐用。好處五，淨化消除異味。長時間冇洗嘅冷氣機可能會令細菌同埋灰塵產生異味，洗冷氣機之後可以消除呢啲氣味，保持空氣清新。好處六，減少運轉噪音。污垢物可能會令冷氣機運作時好嘈，洗冷氣機之後可以令冷氣機運作更加安靜。我哋提供全港上門洗冷氣機服務，收費涵括所有匹數嘅冷氣機，冇任何附加費。窗口式冷氣機定價收費，洗一部450，洗兩部400，洗三部350。分體式冷氣機定價收費，洗一部750，洗兩部700，洗三部650。天花式冷氣機定價收費，洗一部1200，洗兩部1150，洗三部1100。如果想預約時間洗冷氣機，可以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51061986或者56867225。